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嘉浩夜读节目，我是嘉浩。今晚我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，名字叫做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。我们一起来听。有一位听友留言说，前段时间和相处3年的男友分手了。他说，和他在一起这几年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他总让我等待着。时间一久，我发现我好像也没有那么需要他了。感情也许经得起风雨，却经不起一次次的等待。曾以为相爱的人永远不会选择离开，你宁愿把时间花在工作上，也不愿陪他说几句话；宁愿陪朋友逛街吃饭，也不愿陪他看一场电影。我们对很多人有时间，唯独对那个爱自己的人没有时间。我们对很多人笑脸相迎，唯独对那个爱自己的人没有耐心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，你需要他证明是深爱你的，而他也需要。没有人会一直等。如果总是让爱你的人等待着，他也会累，会倦，会失落。能一刻心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有一种不知不觉的方式，就是让他望不到头的等待。三毛说，有的人做了就再也没有回头过，所以等待和忧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。什么样的遗憾会无奈？当你想要好好爱下去，才发现对方早已在等待中冷了心，掉了头。这样的遗憾，希望你没有。所以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。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读。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，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让其他学习汉语的朋友们跟我来一起学习汉语，提高我们的汉语水平。今晚跟大家说一声晚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